中勋来自台湾的公民团体我长期关心图伯特人的议题。那么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国际会议，那我得到非常大的收获。之下呢，这次有将近37个国家的人来参加后来因为交通关系，只有32个国家的人来。那么我从大家的分享当中都知道呢，这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一直非常关心图伯的议题。当然，台湾呢也有非常多的团体包含我们呢也一直很关心图伯特的议题。很多人也很希望有机会的来跟尊者见面。那么这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是属于亚洲地区透过亚洲地区的分享，还有其他地区的分享我觉得那个全世界的人更应该要团结起来。然后呢，共同来支持图伯特人的独立自主的运动，尤其对抗中共的暴力跟威胁的时候呢，更不应该能够妥协。那么这次的那个会议呢，让我有很深的感受。那么我也会觉得回台湾之后我初步已经有跟一些台湾的图伯特的朋友我们可能会组织一个组织来推广跟尊者的中间道路的理念。同时，我在上一次去年11月份来跟这次来，我最有感觉就是那个藏人的占星还有那个藏医因为我上次来见尊者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已经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在藏医的治疗之下，这3个月我整个的精神变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这次来又有复诊。那同时，我有很多朋友呢，对图伯特的占星呢，非常的欣赏因为图伯特的占星非常的精准跟厉害。我这次有很多朋友一起来请我协助来做占星。同时，我在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参观了儿童之家之后，我发现到这些小孩子非常的淳朴可爱。那我认为台湾跟图伯特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应该互相的帮助。所以这3个月内呢，我们也找了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图伯特的小孩。我们希望透过民间紧密的连结，让两个国家的关系呢能够更坚强，一起来对抗中国的暴政。这次的会议当中其实在分组讨论当中，最重要就是探讨认知作战因为现在中国的认知作战非常的厉害无孔不入比如说这次我来这个地方，我把很多我的讯息这样分享出去那是我个人的 Facebook， 但是呢，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网军开始来攻击那么所以呢，这个网军的认知作战是无孔不入的。那么这2次的会议当中，尤其在工作坊的讨论是非常的深入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然后呢再研拟一些策略，让呢我们一些关心图伯特的人更能够很清楚的去了解怎么去对那个认知作战来做准备。那台湾跟图伯特最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必须去解释呢，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解释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解释往往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一直很难去厘清。但是透过这个工作坊还有很多现在 AI 技术的训练，我相信我们未来在这个认知作战上绝对不会居于劣势的。其实我去年会来见尊者，是因为我在过去4年我为166位那个图伯特的自焚者写了2件的书法作品。那么去年见尊者之前，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作品献给尊者所以在见到尊者那一刹那，作品没有给他看之前，我的压力是没有办法放松的可是当作品展开的时候呢，透过翻译介绍的时候，尊者用了一句中文谢谢，我就觉得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所以去年是一个很紧绷的压力之下跟尊者见面。然后今年呢，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我跟尊者见面我非常的开心那也很放松。而且在见面之前，我感受到整个场域的能量非常的强大。那么到见了尊者之后呢，他对我微笑那个表情好像觉得说我们有见面，我们有见过面我们又再一次见面，所以我觉得我满心的欢喜我觉得这不会是第2次见面，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希望还是未来很有机会的常常跟尊者见面。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会议之前，我有做的一些功课
那我知道在会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沿着达兰萨拉一个大游行。我从很多的影片跟照片当中看到那个过程是非常的令人兴奋的。我是一个 NGO 工作者，我认为呢，透过游行是可以把能量跟那个我们的坚决的意志给展现出来。所以我对于明天这个游行我非常的期待，而且我也会很热情的去参加。同时我也希望说呢，回到台湾之后，我也想让更多台湾人来知道呢，图伯特人在达兰萨拉的努力，而且我们两个国家呢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应该要共同努力对抗我们的敌人，而不应该呢那个彼此是陌生的朋友。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我会更加的来让更多人来知道图伯特跟台湾的共同命运的问题。